新老病院中医科医师赵嘉怡表示，中医的延缓老化方式有真侪种，其中常常利用的有中药加美颜针灸。传统的中药内底是对整体观点出发，利用中药来补充人体气血。近年来嘛有美颜针灸，透过肌肉的放松，达到筋膜拉提的效果。我们一般的美颜针灸，它主要是针对脸部的经络，还有那个 SMAS 层去调整，所以它其实是主要它用刺激以后，让本身自己的循环变好以后，然后所以它可以帮助自己的那个有一些筋膜啊，或是韧带，帮助它本身自己去修复，所以它其实也达到一些就是自己可以恢复年轻弹性的效果。这样，因为大家就是比较会害怕一些，就像那个整形以后或者是医美有一些的副作用，那其实很多就是在做医美的风险其实也是蛮高，所以他们会相对用这种比较安全而且比较没有疼痛的方式去做。那一般来讲，其实病人他们一次大概可能要连续做个十个疗程10次这样子，然后之后就是比较稳定的话，再看年龄层，像20到30岁的人，大概1个月到2个月再回来保养一次就好了。可是如果年纪越大的话，可能就要密集一点点这样子。医师表示，美颜针灸的原理主要是强化表浅肌肉腱膜的系统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表浅肌肉腱膜层会渐渐失去弹性，面部的肌肤组织胶原蛋白嘛会渐渐流失。透过表浅肌肉腱膜的强化，会用疏通经络，加强气血循环，具有类整形，进一步调整松弛的面部肌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